中海環宇天下 A 區125，四房兩廁，4間房加客廳，全部南向。我哋主露台望馬騮洲山體公園、磨刀門水道，對面望到大小橫琴山。入門嘅位置開始帶大家睇下精裝交樓下，天山住女門，中海標配。入門之後有4扇門嘅入戶玄關。入戶呢個位置仲有一個採光窗，飯客廳一睇都係同寬嘅。咁我哋廚房嘅位置，全屋都係用日立嘅中央冷氣，燈帶亦都係做好埋。我哋依家睇嘅呢個單位咧係交標。廚房有個中島台，金屬拉絲面板，開放式廚房，西門子嘅洗碗機，西門子爐頭，抽煙機。仲有大星盤、抽拉式龍頭。呢個位置擺熱水爐嘅，呢個都係膠標嚟嘅。OK， 俾大家感受多一次呢個客廳景觀。對面就係金龍島，我哋入去睇下休息區。第一間房，客廁。第二間房。所有房間都係冇做衣櫃㗎，套廁，好，都係兩面採光，主人房。呢度望過去特別舒服。我哋望呢個向咧係南向。右邊係西下，右邊係西面，所以咧唔怕好多嘅西曬，特別舒服。廚好精裝交樓啊！依家我哋睇嘅係交標，所有嘅燈帶、射燈同埋日立嘅中央冷氣幫我哋做好晒㗎啦。OK， 今期睇到呢度，有興趣約 Billy 睇樓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